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行政院规划振兴券7月要来实施。这个交通部进前嘛规划，讲要发500块的国民旅游券，但是都惊民众会对这个补助不袂清楚，所以交通部即摆按算要甲这个500块的旅游券，甲并入去安心旅游的补助内底。业者讲安尼真好啊，愈简单愈好，只要有补助，都是好代志。台湾的美食美景一向互人感觉真骄傲甲光荣，不过观光业者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，业绩有够歹。交通部想尽办法要提升旅游的意愿，进前提出讲要补助国内旅游的抵用券。即摆听讲交通部有新的想法。没有取消，它是纳入到我们安心旅游的补助，国人都自己都出来玩了，好，那我们这些子弹就可以了，用的比较久一点。本来交通部拍算针对疫情期间取消出国游览的民众发放500块国内旅游抵用券，拍算要开12亿。不过外界批评讲，既然甲有振兴券甲安心的旅游方案，国旅券的优惠有淡薄小复杂，交通部嘛将心如流，随改进。它应该从以往的这种福利措施，它都有考虑到，尽量简单化，然后让业者能够有从一而终的办法来做，这样子是比较适合。补助愈简单愈好，领振兴券嘛依个原则处理。有消息人士讲，振兴券7月份实施，可能会比较买喙暗与健保卡，也是相对应的实名制方式做身份的认证。四大超商、邮局、银行拢会使领。